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海拉特·阿卜杜拉·浩曼诺夫19日抵达安卡拉，开始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。据外交部消息，外交部长此行与土耳其方面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将于今年夏季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的筹备情况。双方还将为两国领导人主持的最高规格战略合作会议做准备。埃尔多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，讨论了中土关系和就叙利亚局势交换了意见，强调了维护该国领土的完整和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。中土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双边和地区问题，确认加强各领域合作的决心，并商定继续投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项目。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柏林会面，评估欧盟最近的事态发展。马克龙希望与默克尔联手推动欧盟改革大计。美国航天局于美东时间18日下午6点发射了名为“邻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”，简称 TESS， 寻找太阳系外行星，期望发现可能运用生命的另一个地球。沙特阿拉伯首家商业电影院在利雅得开业，漫威电影《黑豹》将成为该国35年来首次公映的商业电影。据沙特文化新闻部长阿瓦德说，电影院重回沙特是沙特历史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刻，标志着沙特向着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社会转型。他表示，几间电影院不仅可以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，还可刺激经济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。美国陆军参谋长发言人麦肯齐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我们在行动期间完全没有感到威胁。这次袭击期间，叙利亚境内的俄军没有进行威胁，他们表现非常专业，并且遵守海上航行规则。